RMC Asia 可以為貴方打開全球人才資源，帶來高質素、有熱誠的候選人，幫助貴團隊更上一層樓。我哋總部設於泰國曼谷，致力推動亞洲文化交流項目，專注酒店及旅遊業，為頂級酒店配對優秀人才。我哋已經成功同數百間機構合作，連接學生、畢業生同年輕專才。我哋已同多個國際酒店合作，將全球人才帶到貴方身邊，無論城市定海島都可以配對到最適合的人才。無論城市景觀或熱帶度假區，候選人都會準備充足去展示自己的專業技能同熱情。我哋會為貴方精準配對，確保流程順暢並貼合需求。憑住數百間合作院校同機構，我哋已為數千名候選人提供優質的實習體驗，配對合適的技能同學術背景，帶來成功而有價值的效果。候選人都接受過基礎酒店培訓，在多個核心部門表現出色，包括前台、餐飲、廚房、市場推廣、人事部、服務、休閒及水療、財務同收益管理。貴方唔單止係接待實習生，更係為酒店業栽培出未來的領袖人士。明白找到合適的人才對酒店成功至關重要。候選人唔單止具備專業技能，仲會擁有多元文化、新視角對卓越的要求。對這個行業擁有超過10年經驗，在處理簽證以及文件等各項安排都以簡化為主，確保每一位都能享有順暢的體驗。以下係 RMC Asia 的簡化招聘過程以及確保成功配對的方式。第一，聯繫來自40多個國家的人才，擁有不同文化及技能。第二，預先篩選所有候選人，確保符合貴方的要求。第三，提供簽證及行政流程指導。最後，確保貴方與候選人都擁有良好的體驗。亞洲的酒店業正在蓬勃發展， RMC Asia 好榮幸可以幫到貴方保持領先，可以接觸到一個多元化又充滿熱誠的人才庫，帶來真正的改變。我哋的文化交流計劃係同世界級合作機構共同設計，確保所有候選人同酒店提供穩定、優質同卓越的體驗，一齊打造非凡的賓客旅程。準備好提升團隊的價值了嗎？請與 RMC Asia 合作，一起打造出色的團隊。酒店業的未來由此展開。